第三點要 cover 嘅好重要嘅就係記住一樣嘢先，記住一樣嘢就係，就算你內在嘅頻率咧調到咧，你根本你要嗰個時空咧連接咗，真係好成功連接咗99.99%咧，你都可以冇見到外在證據嘅，可以冇 physical evidence，然後到0.001%咧忽然爆發出嚟嘅。所以任何時候不要灰心，唔好褪軚，唔好話自己失敗。過往就係大家唔堅持選擇做你生命嘅權威，所以撻 Q。嗰個撻 Q 咧，其實冇真係撻 Q 嘅，因為全我咧仍然 hold 住你想要嘅嘢，一定成真嘅，不過係慢啲啫，遊下花園咯，要係咪啊？本來依家香港，我依家當我住旺角，當我依家要走去揾 Jenny 去天水圍，其實我都唔識揸車，走去搭輕鐵啦，唔係走去搭地鐵啦，搭西鐵啦，搭到荃灣西嘅時候，咦？點解都仲未見到天水圍嘅？可能搭錯車啊！頂，搭翻轉頭去美孚，咦？再試多次先，又搭去天水圍，跟住然後去。跟住然後嗰架車去到朗屏嘅時候，咦，點解仲未到嘅？梗係搭錯啦，行翻轉頭。但係天水圍個站係唔會消失嘅，係自己以為自己搞錯，跟住又行翻轉頭，又行翻去，又行翻轉頭，又行翻去，兜嚟兜去行花園，遊完花園先。所以今年2021年，我要你完全攞起呢個權威，唔緊要。如果就算未完全做到，係正常嘅，係咪？好鬼正常啊！全人類都係唔識嘅。不過咧，要超越情況嘅話咧，呢一個權威咧係可以培訓出嚟嘅。有時候喺啲窿窿罅罅地試下先，點呢樣又掂，呢樣又掂，呢樣又掂。我決定咗，跟住又發生；我決定咗又發生；我決定咗又發生嘅時候，你唔可以再唔承認你嘅權威噶啦。你已經去到一個位係，我話乜嘢發生就發生，跟住就好順啊呢條路。